从土台这个是个指南宫到个猫空的山洞，因为佢在木材那边哦20多年了，上去信心好啊，还有清兵感美食节啦，所以一杀10年差哦，送来山洞来欣赏个台北的美丽的夜景。哦，有位大哥，好多嘞哈。嘿，是指南宫改片。哦，很强呢。上去钓袂当啊，强啊冲过。你下落嘞哦，嘴皮松掉嘞，嘴巴皮松掉。以前年轻的时候很会吹，现在脸皮松掉，像个骨啊打骨的，个骨皮松掉。差不多过这段时间哈，动气管修过手动从那给他念珠装。没数钞票哦，那从大概念珠安金，水果安金安，我属于卖个佛珠哦，纯阳佛的。其实有人讲个可能天水黑藏魔son但是差不多17、18岁开始是流年了，但是这是从以表现啊哈放生啊，还有动作。法会啊！我爸爸讲一个话，我一辈子都记得。他说：“艺术就是你的宗教，好，你不一定要出家。”但是汉水17、18岁唔地，后来台风美术呢这些啦，哦，原来艺术还是可以表达对人生啊，对这个世界的关怀。我本爸爸妈妈阿达不叫收，所以讲唔出家嘞。后来开始也是情窦初开啊，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交女朋友。其实我感觉，本应感觉温暖哈，感觉快乐，好感觉喜悦，该属于一种非宗教性的宗教音乐。我感觉。我这个艺术观哦，美学观，我也感觉，艺术是美化心灵的，还有温暖这个世间的。所以讲，某一天艺术家用你的音乐来暖化跟美化人生啊。上次是为了善当啊，清清灵感。依只创作者，我想最希望係佢嘅作品哈，除了留下來有很多嘅歌曲啊，拍攝做得了傳承。我就希望就是說，能夠再多寫幾首好歌，